虔诚的听众，熬早。现在是正甲之声空中报告节目时间。今仔日我是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。今仔日我是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。六祖坛经在前面甲咱各位所讲解呢，就是已经解说甲正文第16页，已经解说甲正文第16页。对头顺倒来就是解说甲第8章，对头就是已经解说甲第8章，就是解说甲为师他现知识。望得解脱者，无有是处。即马应该要来说的解说下面，就是何以故？自心内有知识自我，欲起邪迷妄念颠倒。我善知识，虽有教授，求不可得。欲起正真不这关照，一刹那间妄念奇灭，欲失自性，应我即自佛得。即马就是要来甲咱各位来解说一段道理。在前面慧能大师就安尼讲啦，讲家族。若是一向执着讲必须爱有他人，爱有善知识来指导，希望有善知识的指导，才会当得到解脱。根本呢是无这个道理，这是在前面的文咯。一边说来讲何以故？何以故就是讲为什么缘故啊？为什么因果前面所讲的无这个道理呢？也就是讲，为什么即讲必须善知识来开导，由善知识来指导，才当得到解脱？这款呢，就是无道理。为什么呢？讲自心内有知识自我，欲起邪迷妄念颠倒。我善知识虽有教授，求不可得。讲因为自心内呢有知识，会当回来自我。那意思就是讲，自己的心内本来呢就是有这个智慧，才会当好自己来悟。家众呢，若是起了邪迷，就是讲见解不正确，想法不正确，结果呢，对事理迷啦，也有这个妄念颠倒啦，也那安尼呢，虽然是外面的善知识啦，来甲你教授。也是无法度好来救你这款的邪迷颠倒，救不可得呢，就是讲无法度来甲你解救的意思。伫这个所在所讲的呢，就是讲主要我那是家己自己爱有迄个知识，有迄个知识呢，自己才会当好悟。假如讲你自己无迄个知识，自己袂当好悟，自己的心若是邪，若是迷，若是妄念颠倒，有外的知识来甲你教授根本呢，我那是无路用。这个邪就是不正，这个迷呢是甲悟的对立，
所以叫做讲做邪迷啊，就是讲未当好了解到正确的真理啊，结果咧，所看的、所想的拢是偏差，这咪叫做邪迷。妄念颠倒，就是讲一种的虚妄念啊，就是讲一种的妄想思念，也就是一种的这个虚妄的分别念。颠倒呢，就是以是为非，以非为是啊，这名叫做颠倒啦。啊，就是讲将这项代志，该看颠倒病，该解说颠倒病。可能呢，工课呢颠倒做啊，这款人拢叫做颠倒。既然若是安尼，外面的善知识虽然有该教授啊，我那是求不可得。这事实上是如此。当咱伫咧教一个人迄个时阵，甲人讲这个人，伊若是一个有智慧的人，你甲教一个。伊随时就会当领会，随时呢就会当回来了解。啊，不但是讲对你所该讲即句话，伊会当好了解，可能将即个所在，伊会当回来关联呐，会当来去体会到真正的道理。哦，这就是电影家所讲的自心内有知识呢，就会当回来自我。但有即款的人呢？你甲伊讲呢，伊根本呢无法度体会，因为伊有真正这杂事妄想。你甲伊讲东，伊甲你听对西；你甲伊讲东，伊甲伊想对西。哎呀，愈讲呢就愈头壳愈疑，头壳愈杂，根本呢到尾啊呢变成疑苍苍啦。这款的呢，我那是常常去拄着，所以这款呢就是起迄个邪迷妄念颠倒。所以呢，虽然有这个外知识来个教授啊，根本呢无可救药。在咱现在时伫咧教化众生的阶段中啦，这款的问题呢，实在是常常会去拄着啊，常常会产生这个问题出来。所以六祖慧能大师所讲的这段话，这呢，不是一种的理论语义，乃是实际上是如此。所以，做一个老师伫咧教一个学生啊，并毋是讲将迄个知识传开，乃是呢，将伊本身有的迄个知识来给启发出来。就是讲一切的本能啊，每一个人拢有，每一个人拢有呢，但是啊，总在内面，爱经过有人来给指点，有人来给引导。能够引发出来，哦，所以咱叫做启蒙啊，只是呢将伊迄个无明了的心来给拍开，也本身呢一定啊爱有迄个条件。你甲人讲你本身若是无迄个条件呢，根本就是不可能。不过一般社会人对咱一个人的认定，甲咱佛法中所讲对一个人的认定有所不同者，就是社会人可能讲啊，这人戆戆啊，这无法度啦。哦，等于讲伊都无迄个本领伫迄个所在。哦，那既然这个人戆戆，你甲教是要创教袂晓，但是呢，咱佛法就毋是安尼讲，就是讲伊戆戆，这只是业障深重啊。啊！但是这个人业障深重，你讲戆戆，但是伊的智慧本性完然伫咧啊。只要有一个人开发到智慧本性，伊甲咱智慧高超人完全共款啊！哦，这是六祖慧能大师在前面有讲过。那这要提什么款的正经的说明呢？咱教主释迦牟尼佛在世时阵有一位尊者，可以讲就是上界讲是啥物人？就是周利盘多克。这个周利盘多克呐，是讲甲袂讲咧讲，甲伊教扫帚这两字，会记你扫就袂记你酒，会记酒就袂记你扫。你看这个人是我无记伫，这个人是我尔戆咧，这才是无可救药。一般人讲起来讲啊，这个人哪有法度教呢？
所以伊若遐莫教啦，其他伊那孙兄弟拢无人要教，结果咧，伊就想要去自杀咯。讲我遮尔讲讲是要创啥？家己嘛真伤心啊。但是佛大慈大悲咧，就甲伊教。尾啊，伊咧开悟啦，智慧开显啦，烦恼脱落。结果咧，伊到尾啊，也有法度去讲经说法，那就是因为智慧开显。所以这个智慧啊，应该是每一个人拢有诶物件。上惊呢，就是啊，有这个邪魅妄念颠倒，将你内心生起了邪魅，内心生起了妄念颠倒。创始有外面的善知识来甲你教授啊，实在是求不可得。所以咱呢，时时刻刻要保持正念。可能咱无法度保持正念，这个时阵咱多念南无阿弥陀佛，或者是讲多拜佛啦。那呢？虽然业障消除，咱的智慧开显，迄一天啊，咱就别搁再起邪魅，就别搁再妄念颠倒。下面讲若起正真不借观照，一刹那间妄念俱灭，若失自性，应我即自佛得。讲家用呢，若是当好来发起正真的不借观照，若是当起了这个正真，这个正就是正确，真就是真实。会当起到迄个正确真实的不借观照，为什么在这个所在啊？不借观照，佮加正较真啊？这就是恐惊讲。迄个妄念的分别啊，来混乱着不借观照。这个妄念的分别甲不借观照，这是完全无共款的。所以啊，就啊提出这个正真这两个来个干别。那什么是正真的观照呢？就是讲这个心本来就是遍在一切处。咱的真心本体广大无边，是遍在一切处。咱的智慧呢，随着咱的心的本体来去发挥伊的妙用，应该呢是照了一切诸法，所以应该呢是无物不照，无理不通。就是讲一切的这事物啦，拢会当来照料。一切道理呢，拢会当来通达，这呢就是一种的正真的观照。讲一刹那间呐，妄念俱灭。讲假如你若是会当好来提起正真不借观照，也那呢，在一刹那间呐，妄念就俱灭。刹那，这就是时间的最一点点呢，名叫做讲做刹那。在《楞严经》第二卷有伫咧讲临事体观呐，刹那刹那，念念之间不得停止。就是讲你只要将这个心来个静静仔细来个观察，就可以了解讲刹那刹那，一念一念的中间呢，拢啊袂当来停止。这当然，这呢是伫咧指迄个妄心所讲。在基下论有安尼讲啦，讲一弹指呢有65刹那，又在这个人王经有伫咧讲一念中呢有95刹那，总共啊，这个刹那这就是生灭最一定微细的时间的单位啊。那叫做讲做一刹那间，就是讲一大句的时间，在这个一大句的时间呢。妄念俱灭，就是讲所有的这个虚妄念啊，拢做一嘛呢就消灭了。讲若失自性，应我即自佛得。讲假如呢，若是到这个妄念俱灭迄个时阵，就会当回来失掉这个自性。假如若是来失掉这个自性，应我呢
就是到甲佛的地步。识自性就是认识自性的意思。咱修禅最重要就是讲在这个明心见性，所以识自性应该就是属于明心见性。讲你只要一个悟啊，就会当到甲佛的地步。普照禅师的修心要诀内底，我来讲过去有一个叫做易见王来问菩提提尊者，咱问伊呢，讲什么是佛啊？这位菩提提尊者就甲伊回答，讲见性是佛，讲见性就是佛啦。迄当阵，这个易见王又搁再甲问啦，讲思见性晓，就是讲菩提提尊者，你是毋是有见性啊？迄当阵，菩提提尊者甲伊讲啦，讲我已经见了佛性啦。这位王呢，就甲问，讲性在什么所在啊？既然你讲你见到佛性，佛性在什么所在？你是毋是当摕出来我看呢？迄当阵，尊者甲伊讲性在作用，讲这个性啊是在作用，就是讲在作用迄个所在。这两句话啊，非常的重要。就是讲，咱现主世人也是共款啦，要叫伊来信佛，讲信都可以啊。但是你要提出证据来我看，佛祖是伫倒位？你讲明心见性你的性是伫倒位啊？尤其是咱现主世有一寡有科学头脑的人，科学拢要有证据啊。证据是生对，你摕证据起来我看，一定是安尼。在迄当时阵的这个易见王，虽然毋是在咱现主是科学时代，但是呢，伊原来要来纠正，纠正明讲到底这个性是生对，所以才该讲性在什么所在。呀，这位菩提提尊者呢，伊原来要解回答，讲性都是在作用啊。迄当阵，这个易见王，搁再甲讲啦，讲是啥物作用啊？我现在是根本都无看到啊！你既然讲是在作用，在作用，既然是作用，就是有动作啦、行为啦。但是在这个动作行为中，根本我都无看到啥物性啊！迄当阵尊者就甲讲今见作用啊，王自不见。讲现主是若是我呢，是有看到这个性的作用，但是你王你自己无看到，你王你自己无看，这是你的代志啊。迄当阵，这个易见王就搁在问，讲以我有效，讲那你讲这个性作用但我到底是有啊无？有这个性无？有这个作用啊无？易见王是安尼，搁在问菩提提尊者。迄当阵，菩提提尊者就甲伊讲，王着作用无有不是啊，王着不用体难见。讲王你若是作用啊，无一个毋是，就是讲凡是你的身躯叮当一切作用拢是啦。你若是无用的时阵呢，这个体呢也难见，就是讲你根本呢无法度来看到伊的体。迄当阵，这个易见王又搁再进一步来问菩提提尊者，讲作动用是几处出现啊？你讲作用但作用迄个时阵到底是有几个所在出现伊的作用？伊的这个作用是出现在什么所在？这个易见王安尼来问，菩提提尊者就该回答，讲若出现是同有其别，同有其别。讲假若呢，若是作用迄个时阵啊，拢总有八所在。就是讲有八个所在会当显示出伊的作用来，显示出佛性的作用。迄当时阵，这个易见王就搁再对菩提提尊者讲其别出现啊，当为我说。你讲有八个所在出现，那希望这八个所在就对你讲话听看卖。迄当时阵，这个菩提提尊者甲讲啦。讲在胎或身，处世或人，在眼或见，在耳或闻，
在必变香，在色淡论，在手接触，在足云喷，片现kỳ海沙界，修炼在意未定。实者知是佛性，不是者幻作精魂。讲这话了呢，这个王啊就开悟了。对这段咱必须爱进一步来说明。伊讲作用有8个所在，迄当时阵，这个王啊就甲伊讲8个所在是倒位，你讲我听看觅。普罗提尊者就甲伊讲，讲若是在胎啊，名叫做讲心。咱人投胎度就是身躯啦，叫做讲在胎活心，处世活人。讲点在这个世间呢，咱叫做讲做是一个人。事实上，这个心啊、人啊，这是约咱一个人所讲的。但从咱投胎开始出世做人，佛性就是无离开，就是有伊的作用。所以呢，在眼活见，在咱目睭叫做讲看；在耳活闻，就是讲在耳孔叫做讲听；在鼻辨香，在咱的鼻孔呢，会当回来去辨别讲这是香或者是臭。在舌谈论，就是讲在咱这个喙齿呢，会谈论啊，会讲话。你无这个喙齿就袂讲话咯。事实上，这个喙齿会讲话以外，搁再会去分别咸酸苦正。讲在手足触这个接触，讲在这个手呢会摕物件啦，手会摕物件，在足运喷，讲在这个骹呢会行路会走，那就是讲咱的目睭、咱的耳啊、咱的鼻孔、咱的喙齿、咱的手、咱的骹，这呢拢都是佛性的作用啊！你若是讲普遍来显现伊的作用呢？可以讲是完全包含了尘沙法界，因为咱的心的本体是偏离尘沙法界，所以这个用当然就是在尘沙法界。不过呢，修炼在未定，就是讲你那个修炼倒转来呢，就是在一个未定。安怎讲做在一个未定呢？就是讲在一个未定中，结果呢嘛是有咱的佛性的作用伫遐。安尼名叫做讲做修炼在未定。讲实者知是佛性，不实者发作精魂啊。讲假如若是有悟着，知影讲这就是佛性；若是无了解的人呢，该当作讲这就是精魂，就是讲精神啦、灵魂。讲这话了，这位意见王听了呢，心就开悟。那从这个所在就可以了解讲，什么叫做佛性？这个佛性就是在咱身躯意力始终的作用，这就是佛性。所以我又要搁再提咱金刚经会客教缘起分起来，甲咱各位来说明。咱教主释迦牟尼佛披袈裟去吐蕃。行路甲城里吐蕃转来食饭，洗骹当作参详，这呢拢都是做八戒妙用。那这就是等于这位菩提尊者所讲的，讲在眼活见，在耳活闻，在鼻辨香，在舌谈论，在手接触，在足闻喷。只是虽然是讲看，虽然是听。虽然是讲手提物件卡伫咧行路，在伊迄个一切运作中呢，会当好无执着，会当好来自在无碍，这都是一种的佛性的作用。那在看的时阵、听的时阵，乃至行路做工课迄个时阵，那是执着那变成呢就加一定的意识的妄想的分别作用。是毋是佛性的作用呢？就是在这个所在分别。最虔诚听众，就请咱各位暂停1分钟，我再个继续来甲咱各位来讲解《六祖坛经》。